如何開啟收銀機並清點？每日店鋪開鋪營業之前，需要先打開收銀機，再清點收銀機入面嘅紙幣同硬幣。打開 POS， 點擊收銀錢箱管理。收銀機未開啟嘅時候，狀態會顯示 off。點擊右側圖示，進入收銀錢箱頁面做開鋪清點。清點收銀箱入面唔同紙幣或者硬幣面額嘅數量，再喺 POS 上面逐個輸入。舉例，收銀箱入面有20張20蚊紙幣同10張50蚊紙幣，就先點擊20乘以0。喺右邊數字鍵盤輸入20，跟住點擊50乘以0。喺右邊數字鍵盤輸入10，其他面額都跟返同一套步驟操作。呢個時候系統會自動更新核對金額，亦可以直接點擊核對，輸入收銀機入面現金嘅總金額，點擊確認之後，如果彈出面額合計同輸入金額唔相符嘅提示，點擊好，再點擊確認，就完成清點。